位于这个台北市文山区的木沙社会主体开5亿外雷起，市长郭文泰看作是伊任内重要的政绩，但是有住户来指控，讲这入去住1年半，厝内底毋但漏水，壁倒阁闭起，一直修补是真困扰，而且是真侪户拢有类似的状况。厝内壁倒壁甲真大船，住户甲10块钱伫咧壁旁嘛袂落去，另外一边佫含下当钱50块，边佫出现水分者，进入去便所内底，马桶佫有臭味，烧水器声音佫大声甲会互人洗身躯洗甲心惊胆吓。我们入住到现在1年半，已经补了2次，那现在准备要再补第3次。马桶问题这边大概80%以上全都有反应。报修几若摆，安怎修理就是修理袂完，但真是真无奈，因为伊伫咧去年3月，好运抽到伫咧台北文山区这栋木沙社会主体，想要到大年半，却一直出现问题。他就在我们大楼的群组面说，那就有物业的人私底下跟他讲说啊，你不要这样子说啦，我对政府应该是充满着信心啊。那后来进来状况之后，发现问题越来越多。开3万倍租厝，品质煞真卡骚。不过拍市府当初开5亿外起厝，但好以1万到4万出租。市长郭文泰各种社会主体，看作是任内重要的政绩，今嘛算是把空。凡是有抱怨，我们都会按都发局就会出来一样会发新闻稿，会有照片，怎么会回复？这没问题的。甲问题佮踢出去，都发局讲，今嘛住户反映的问题，部分已经修理好势，壁倒闭开是因为地动才会安尼，未对厝内结构造成大影响。强调问题拢有伫咧处理，也毋过住户叫是家己抽到社会主体是天选之人，想到半暝来才发现是恶帮一场，嘛互北市会现象受到大影响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